纸模，纸张在食指间几个来回，神明公仔 DIY。好了，是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也没懂难，也没懂难，这不会很难。来吃空了，我来试试看。我们的组合的方式呢，就是大写接小写，英文字母大写接小写，大一接小一啊，大 B 接小 B 啊，或 H 接 H 啊，这种方式。用大人小孩都看得懂的顺序，让纸雕艺术通俗化。李瑞顺的创意起初通路商接受度很低，直到霹雳布袋戏看中了他的作品。第一笔订单应该是霹雳布袋戏，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嘛。霹雳布袋戏它本身它自己的这个知名度也够高。布袋戏偶、神明甚至吉祥物，业者的趣味行销，李瑞顺靠一张纸搞定，慢慢的融入更多文化元素，推向国际。我们的作品上面都有中英日文的介绍嘛。有中文也有英文的部分甚至还有日文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做介绍那让他知道说我们这边的人文历史啊、地理啊，这些种种的一个情况，所以这个无形中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文化的宣传了，让文化和创意接轨。更精细的古文物纸雕系列到大陆参展也受到好评，而组合太阳能摇摆器透过吸光板就能让纸雕作品动起来。轻薄一张纸要开创商机，李瑞顺说得不断更新，结合新趋势。当然就是要有一个破釜沉舟的精神嘛，因为你要把自己等于说没有后路了，你要往你的一个兴趣和一个理念去发展，这个一定要很大的一个意志力量去支持啦。实现理想之路其实就像是完成纸艺作品的过程，有了大雏形，你还必须要在很多的小环节克服困难，也不要轻忽，要扎扎实实从细微处入手。也唔可以懂难，捱來出空難；也唔可以懂難，捱來出空難。